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在主裏得安息。今日經文係以賽亞書30章15節，你哋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你哋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今日嘅故事，有一對夫婦結婚唔係好耐，就時時都發生爭執。太太對老公嘅工作要加班十分不滿。咩話？今日又要加班？先生回答：係啊，冇辦法啦，每日都咁忙，唔陪下我，多留啲時間喺屋企唔好咩？先生話：我都好想啊，但唔得咧。太太更加嬲啦，仲大聲講：點解結婚之前可以，而家反而唔可以呢？太太，以前我係一個人啊，而家負擔重咗啦，唔能夠唔賺多啲錢噶嘛。先生非常之無奈，就關上門走咗啦。我哋一齊默想啊，諗諗我哋係咪時時都有好多憂慮，事務繁多？或者係咪忙住教會嘅聚會同侍奉，卻冇時間響主面前好好安息？唯有響主裏得安息，先係得福得力嘅途徑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我哋每日生活在忙碌嘅工作同埋環境中，亦有好多嘅重擔同埋煩惱，求主幫助我哋嚟到你嘅面前，從你嗰度得到安息，因為你話凡勞苦重擔嘅人可以到你面前得安息。求聖靈亦帶領我哋，除咗參加教會聚會同埋服侍，更要藉着靈修安靜在你面前，與你更加親近，亦從你得力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。阿門。今日經文係以賽亞書30章15節，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